这事儿你能做得了主？老将军放心，我相信这朝中的百官们都非常的关心将士们。你的几个好大儿，赶紧滚吧！还不快滚！多谢老将军大人大量，下官告辞。等等，又怎么了？宁大人，你的风评老夫不想多说，我只想跟你说，宁晨这孩子不错。如果你们宁府容不下他，不如交给老夫带入军营。这些都是误会。啊，多谢老将军提醒。哎，下官自有分寸。告辞，告辞。将军，就这么让他们走了？还想怎样？这3军将士过冬的钱粮、棉衣都有了，还真想把这事儿闹到陛下那儿去啊？见好就收吧。哦，对了，倒是打扰了这户人家，等这户家主回来，给他们些银两。老夫有要事，要即刻进宫面圣。是。如何，大夫？宁大人，四公子的情况不容乐观呐，营养不良，肌弱体虚，脑袋遭受棍打，说不定以后还会……哎，别跟我说这些，用最好的药去治。啊，宁大人放心，我会尽力医治。管家，你亲自跟大夫去取药，另外吩咐厨房给他炖一只老母鸡。是，老爷。啊，对了，今日之事还请保密。宁大人放心，小人明白。告辞。晨儿，你醒了？我不是在小梅家被宁青他们刁难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晨儿，有什么事情要跟为父说？你不行，这小子如今入了陛下的法眼，打不得。晨儿，你揪为父的胡子做甚？我想确定一下，我是不是在做梦。看你这反应，不是梦。当然不是梦了，为父还是很关心你的。这件事我了解了，你的几个哥哥不是有意伤你，不过你放心啊，我已经教训过他们了。我去，这态度，他脑袋是不是被常如月给夹坏了？宁大人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呀？我是你爹，你连一声父亲都不肯叫吗？别，宁尚书，你这样的父亲啊，我可高攀不起，会没命的。直接说吧，你到底要干嘛？那个家里兄弟打闹啊，那是常有的事儿。为父觉得呢，家丑不可外扬，这事儿就此作罢吧，好不好，晨儿？宁大人，要么你还是叫我宁晨，听着顺耳一些。我知道你呢不喜欢我，不过巧了，我呀也不喜欢你。逆子，我是你父亲，你这么跟我说话，你是大逆不道。这儿又没有外人，跟我就没必要假惺惺的了啊！你接我回宁府的原因，你我都心知肚明。如果你真的有点良心的话，就放我离开宁府。你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挑的，文不成武不就。你要是离开宁府了，你只能饿死在路上。那就不劳宁大人操心了。我就算饿死，
我也不会脏了你们宁府这块风水宝地。所以啊，还请宁大人高抬贵手，放过我吧。老爷，你刚醒，思维不是很清晰。啊，这儿有一碗汤药，喝了对你身体好。这是我命人特意给你准备的鸡汤，给你补补身子。四公子，把药喝了吧。这里边有毒吧？四公子真会说笑。其实老爷对四公子还是很关心的。您昏迷的这段时间呀，老爷一直守在床边，寸步不离的。我公务繁忙，你先早点休息。为父明天早上再来看你啊。对了，刘管家会在门口守着，你要是有什么事儿，你叫他就行啊。态度转变这么快，他到底在忌惮些什么？参见父皇。不知父皇唤儿臣前来，所谓何事？看看吧。淮安，参见父皇。你来找朕可是有事儿啊？我没事儿，人家只是想父皇了嘛。哈哈哈哈！你来的正好，朕也念你呢。那我给父皇揉揉肩。好，来。哎呀，陛下的子女见到他跟老鼠见到猫似的，只有淮安公主性格开朗，古灵精怪，不怕陛下，还深得陛下的宠爱。看完了吗？哦，回父皇，儿臣看完了。说说吧。陀罗国蓄势待发，欲再度南下，袭扰我朝边境，你可有应对的法子？父皇，我朝近几年在战事上接连失利，难旋狼子野心，国内干旱洪涝，人疲马乏，不宜作战。不如同陀罗国商议，攻其粮草。你长没长脑子？南宣狼子野心，那陀罗国就是良善之辈吗？攻其粮草，无疑是养虎为患。你是太子，是皇室的表率，即使朝中文武百官皆言议和，但你不能。古琴这东西一旦丢了，就再也寻不回了。是，儿臣谨记父皇教导。你，父皇，快坐，您别生气嘛。皇兄也是为了朝廷、为百姓考虑。若战事一起，打赢了民不聊生，打输了朝廷颜面无光，丢成失地。淮安，你还小，你不懂。对，我不懂。太子哥，快起来！父皇你别生气了。陈老将军到。哎，将军腿脚不便，这等虚礼就免了吧。免了。多谢陛下。老将军深夜前来见朕，所为何事啊？回陛下，老臣找到了对付陀罗国的办法。哦。太子，看看吧。陈老将军，这几种方法是你想的？太子殿下所言，是不相信老夫。行了，朕还不知道你几斤几两。要让你率军冲杀，自然是没得说。不过这等策略，
不是你能想出来的，说说吧。陛下圣明，这2日老臣碰见了个少年英才，听老臣说，我朝于陀罗国的局势后，片刻间便想出了这几种应对之法。京都竟有这等天纵少年，姓甚名谁，家住何处啊？老臣不敢欺瞒陛下，此人正是礼部尚书宁自明的4儿子宁臣。我怎么记得左相只有3个外孙啊？啊，殿下有所不知，这宁臣乃是宁自明的私生子，这些年才找回来。哎呀，没想到那小子竟有这等才华。父皇，莫非您认识宁臣？朕送去的诗你看了吗？不是写的蓝星吗？难道宁臣就是蓝星？哦，原来是陛下在状元楼买了这小子的诗句啊！好，好啊！陛下，宁臣腹有诗书，又懂得行军之策，实属难能可贵，加以培养，未来必成大器啊！想不到陈老将军对这少年竟有如此高的评价。朕记得你对太子也没有这般赞誉的。那个，陛下有所不知，这些年京城盛行慵懒之风，那些少年郎都是绵软无力，都应该赶到战场上去锻炼锻炼。太子殿下，我不是说您呐，陛下，万不可将宁臣这种可造之才埋没呀。可仅凭首诗几条策略就委以重任，为时尚早。这小子还年轻，多考验几番吧。想不到京都还有这样的奇少年。父皇，儿臣对其颇感兴趣，能不能安排儿臣与他见上一面？太子虽优柔寡断，但识人善用这方面还是随了朕呐。见有何用啊？这等大才，又岂是轻易能降服的？父皇，您跟老将军把宁臣说的那么优秀，孩儿也想见见嘛。你也想见？行吧。但宁臣并不知道朕的身份，老将军啊，就有劳你安排一下。陛下，这宁臣也不知道我的身份呐。你是老臣出去喝酒，忘带了银两，被酒楼小厮毒打。他路过救了老臣，这说来也是有趣。他身上也没有钱，只是代替老臣被人痛打，可见其心地善良啊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若是让他知道了朕的身份，难免会心生攀附之意。这赤子之心，还是莫要过早的被权势玷污的好。陛下，老奴倒是有个法子。以宁臣现在的状况，身上极缺银两，他会写诗，一定还会去状元楼卖诗。守株待兔。也好。太子，那明日你就同朕一块儿去看看。谢父皇。我倒要看看那个小兔崽子长什么样子。朕差点把淮安给忘了，那你跟朕一同前往。父皇万岁！娘，爹怎么又把那野种带回来了？那咱们之前做的那些，岂不是功亏一篑了？之前是娘考虑不周，没料到轻易之嫌。不过你们3个放心，即便是让他住到宁府，那野种终究是野种。宁府的家业以后是你们3兄弟的，谁也抢不走。母亲，此番事情若是陈老将军闹到陛下驾前，会不会影响我的科举入仕啊？放心，你父亲还有外公已经按下此事。不过，这个陈老将军，他到底是怎么认识的？你们知道吗？不知道啊，母亲。我们刚到小梅家，那老不死，那老将军，他就在里边坐着呢。
若是让那野种攀附上了陈老将军，可如何是好？哎，对了，小梅，星儿，他现在就在意小梅，你派人去他家盯着，万一以后能用得上。啊？就我一个人去啊？你大哥仕途在即，不能多生事端。你三弟有伤在身，你不去，我去。我去。老二，小梅只是个弱女子，以后对付宁晨若用得上她，你算是立了大功一件。我说不定外公会对你刮目相看。我去，我去。这膀胱究竟那个眼睛如不穿来，快安，给我一个。好好好。这都过去好几日了，莫非那小子伤势还没好？哎，看来今日又是白等了。走吧。陛下，不，毕老爷，他来了。哎，快把他给我叫过来。哎呦我去！吓死宝宝了！你知不知道你这样？是不是吓死人了呀你？粗鄙！我们家老爷要见你，随我来。大叔也在，看来今日有搞头了。若他真另有身份，往后可就有大腿抱了。天玄大叔，好久不见，甚是想念呐。你个臭小子，这几天死哪儿去了？这老碰瓷儿怎么也在这儿？这就是父皇跟陈老将军夸的宁晨，看着也不怎么样呢。坐下再说。大叔，你跟这碰瓷儿的认识啊？陈老将军，在我朝中那是战功显赫，威震八方，不认识他的人屈指可数啊。你是将军？怎么，老夫不像吗？那你那天还碰我瓷儿，害得我被人白白打一顿，老子今天跟你没完！君子动口不动手啊！哎，坐，有什么事儿坐下来说。此人好大的胆子，满朝上下除了父皇，没人敢对老将军这般。那天要帮人也是你要自己帮的，好人好事也是你自己做的，这打也是你自己挨的，关老夫何事啊？你跟老碰瓷儿跟我耍无赖是不是？行，那你得赔我精神损失费。啊？哎，那个什么费，我替他出了。今日就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就放过陈老将军一马。出手阔绰，太监随行，又认识老将军，看来大叔的确是皇亲国戚无疑了。那我就笑纳了，还得是天玄大叔，有这样的朋友，可真是你的福气呀！哎，这人还挺有意思的。过奖了啊。话说这二位是？哦，我的犬子，掌上明珠，
哦，大叔真是儿女双全，家财万贯。儿子真的是玉树临风，女儿真的是貌美如花，还有一个贤良淑德的好内助。所以，大叔今天还买诗吗？吃就不买了。今日来呢，是要告诉你个好消息。你前几日针对陀罗国给陈老将军的那几条策略，当今陛下已然知晓，那是龙颜大怒。大悦，陛下觉得你才华横溢，智略超群，所以特批你入监察司担任锦衣。监察司，监察司直属父皇，莫非父皇想要将宁臣收入麾下？那我岂不是没机会了？看来陛下的确生了惜才之心，准备培养宁臣呢。臭小子，高兴坏了吧？监察司可是直属圣上，有监察百官、监察天下之权。若是你在宁府又受到什么不公的待遇，那便可一纸诉状，直通天听，便可给他扣个门风不严、可克待子之罪。宁子明啊，真的？那是当然。多谢天玄大叔。哎，不必谢我，要谢就谢当今陛下。当今，可是我都还没见过当今圣上，也不知道我这种小人物有没有机会。放心吧，早晚能见到宁兰心。他竟然知道我姓宁。原来天玄大叔都知道。兰星呢，是我的笔名，平时写诗的时候用的名字。既然这样，正式的自我介绍一下，在下宁臣，见过天玄大叔，幸会。所以，监察司银衣每个月俸禄是多少？你很缺钱吗？以你兰心的名义，随便写首诗都能卖出数百两，还去什么监察司呀？缺，当然缺。光靠诗来卖钱，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啊。而且，我也并不想当什么书生，我真正的理想是沙场建功，马上封侯。毕竟我是个军人，这专业还算对口。好小子，有志向。你怎么了？没事，身体还是有点虚，还在恢复。你个臭小子，弱不禁风的样子。有空多来陈府坐坐，老夫教你些拳脚功夫，可以强身健体。真的？多谢老将军。怎么不叫老碰瓷儿了？咱俩那是一码归一码，谁让你故意隐藏身份的呢？其实啊，我从小就听你的英雄事迹，心中对你的敬仰那是滔滔江水，连绵不绝。你个臭小子，什么时候学会拍马屁了？这嘴还挺甜。不过老夫愿意听。差不多了啊，今日时辰不早了，就别贫了。你入监察司的圣旨估计快到宁府了，你赶紧回去接旨吧。啊，好。那天玄大叔，陈老将军，老弟，老妹儿，老表，咱们回头再见啊！臭小子，别忘了到陈府来坐坐。忘不了。老全啊，在。看来宁臣最近在家里又受了不少委屈，让宁子明滚到御书房来见朕。是。看来想要拉拢宁臣为我所用，只能另寻他法了。你们过来干什么？宁臣，最近府中闹鼠患，为了府中人员和财物的安全，要逐一排查。哎，来人，给我好好搜搜。
微臣参见陛下。宁子明，朕问你，朕在你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皇帝？陛下，文治武功无人能及，乃是仁义之君。哈哈，仁义之君，你的意思是说朕太过仁义了啊？你就可以违背朕的旨意？臣不敢呐，还请陛下明示。哼，朕让你厚待宁臣，可你是怎么做的？他身上的伤又是怎么来的？你的尚书府是贼棚啊，还是土匪窝啊？陛下见过宁臣了，怎么会？陈老将军向来言而有信，难道是谁在我府内安排了眼线？请陛下恕罪，请陛下恕罪啊！恕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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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恕罪啊！恕罪，恕罪！哎，行了行了，别磕了啊！我知道你就是想磕死在我这儿啊，让朕落个刻薄之名是吧？不，臣不敢呐，朕不敢。你给朕记清楚了，若是再有下一次，啊，朕就亲自送你到游龙台。这记在心，在心在心。滚吧！好，臣告退。世鹏，你再去一趟宁府，把召宁臣去监察司的圣旨送去。是。哎呀，老四，大哥这也是为你考虑。你想，万一你被老鼠咬了，我们跟父亲没法交代。就是啊，大哥那也是为了你好。大哥为我着想，我这个当弟弟的也不能不懂事儿。哦，对了，我这里呢正好有一件非常珍贵的礼物，来送给大哥你。哎呀，老四懂事儿了。他能有什么贵重的礼物？哎呀，快！大哥！呀！你个畜生！你敢拿尿泼我！这童子尿呢，可以防暑，也可以治病，你们算占便宜了。只不过我最近火气有点大，味道可能有点冲。我这，大哥，快帮我摘下来！大哥，你头太大了，拿不下。你个混账东西！我都是为你好，你居然做出如此恶心的事情！来人，给我拿下来！上！哎，二位兄弟，你们仔细想想，宁大人最近对我的态度，要是把我打伤了，宁大人必定会追究。到时候这俩货可能替你们说话吗？奴才打主子，按照宁府的家规会如何处置？你说你们两个每个月才拿那么点钱，玩什么命啊？对吧？所以啊，兄弟，借用一下啊！愣着干嘛？啊！你要干什么？干你们！你们两个又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救命啊，娘！宁晨那个野种疯病又犯了。这什么味道呀？怎么这么臭啊？宁晨那个畜生，他拿尿泼我。什么？他拿尿泼我！野种，看来今天要教你什么是规矩。来人，杖责50。夫人，此事是不是先禀报老爷一声？怎么，我说了不算？那自然不是。那还等什么？好啊，你们反了是吧？连我的话都不听，给我上！住手！
干什么呢？老爷，你总算是回来了。宁臣以下犯上，还破了干儿一身肮脏之物。父亲母亲说的对，您不能再偏袒宁臣了。晨儿，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是着呢。不过宁大人要兴师问罪之前，是不是应该弄清楚为什么会这样？宁干和宁兴打砸了我的房间，好好的屋子弄得跟狗窝一样，我反抗，难道有错吗？这两个逆子好端端的又招惹宁臣做什么？若是让陛下得知此事，只怕宁府上下都死定了。跪下！我说宁晨，没听见爹说的话吗？还不赶紧跪下！我是让你们两个蠢蛋跪下！父亲，我们又没有做错什么。是啊，父亲，我们真的是为了宁晨好，才带人去他的房间排查鼠患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不就是因为宁晨如今得宠了吗？你们就拼命想办法使绊子给他，你们就如此容不下他吗？宁子明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自从你把他带回来以后，你对我们母子几人就愈发苛刻，难不成你想把我们赶走，好让这个野种继承我们的家业？哎呀，你闭嘴！无知妇人，你懂什么？以往每次我强势起来，宁子明都会认错，为何此番如此执拗？好你个宁子明，你忘了你是靠什么起来的吗？别说是砸了他的房间，就算是拿一把火把他烧了，那又如何？只要有我在，谁也别想分家产。不是你，全总管到。哎呦，全公公，是什么风把您给？这货是总管，天下宦官之首，那大叔岂不是？小子，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倒也没多意外。这是调你去监察司的圣旨，咱家就不读了。监察司，陛下竟然如此看重宁臣。这野种什么时候有这般能耐了？总管来的正是时候。这么说，我现在是朝廷命官了。虽然只是营医，但也是实打实的朝廷命官。那若是有人打砸了朝廷命官的住宅，按照我朝律法，该如何处置啊？按大选律法，擅闯私宅者，盗取别人财物，应杖责50，羁押1年；性质严重者，打上奴印，流放3000里。哦，二位公子，你们谁杖责50，羁押1年？谁打上奴印，流放3000里啊？自己分配一下吧。咱家倒是有个好办法，反正你都要去监察司报道，倒不如带上他们。咱家听闻监察司啊，遭遇极为恐怖，冤死之人的鬼魂经久不散，往往鬼哭，天阴则闻呢。不，我不去见娘，我不要去监察司。父亲，我不能去。现在知道怕了，当初闯祸的时候干什么了？娘，我不能去，我马上就要殿试了。如果去了，我仕途就没了。放心，今日有母亲在，看谁敢拿你们如何。我还真是小瞧你了，不声不响混到监察司了。哼，你可别忘了，干儿心儿的外公可是当朝左相，你这个芝麻绿豆大点的小官，还想跟我们耍威风，还差得远呢。你说什么呢？监察司直属陛下，你有几个胆子？不愧是左相之女啊，好气魄。不过你刚刚的这番话，往轻了说，那是无视皇权，冒犯天威；
往重了说，那是谋逆，罪无可恕，当诛九族。在英明神武、智勇双全的全公公面前说这些，总管你可都听到了啊！一字不落。哎，总管大人，误会啊！你看，贱内就是护子心切，口不择言。成儿，你说都是自家人，何故如此呢？谁跟你自家人？这时候可就别来沾边了，我可不在你的九族里边。哎，父亲，他怎能说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话？我看看你们做的好事啊，还不快给成儿道歉？怎么着，都想坐大牢是不是？宁自明，你也闭嘴！藐视皇权，别说是我了，岳丈大人来了，他也担待不起。还有你，非说你是吗？给我跪下，给宁臣道歉！快！左相位高权重，门声遍天下。你点到为止，见好就收，收啊！宁臣，你看都是自家兄弟，这手足相残会被别人看笑话的。要不这样，今天呢你就多担待担待，日后为父一定好好教育这两个人。都哑巴了！哎呀，爷，不，四弟，行了，道歉就没必要了。你假装道歉，我假装原谅，大家都挺忙的，就没必要演这兄友弟恭的戏份了啊。不过宁大人，他们俩砸坏了我的房间，这……你房间的东西不都旧了吗？为父早就想给你换了，我就是最近公务繁忙没顾上。你放心啊，我马上叫人把他们都换新的。那我马上要到监察司入职了，我好不容易找了一份正经的工作，免不了要上下打点。没事儿，为父马上叫人送1000两白银到你的房间里去。这么爽快，看来还是格局不够大，要少了呀。老爷，陈老将军在门口等着宁臣。大胆！这四公子名讳是你叫的吗？都听好了啊！日后如果再有以下犯上者，一律严惩。都听清楚了吗？是。恭喜宁盈仪呀！虚名而已，此番多谢全公公，日后必有重谢。吓死咱家了！哎呀，咱家心领了，咱家还有要事在身，先行告退了。我送送总管，顺便看看陈老将军找我干嘛？请。恭送全公公。快起来！都看清楚了吧？不是我偏袒宁臣，是如今啊，宁臣入了陛下的法眼了。你们以后少惹他，真是。还真没想到，宁臣这小子还有这等福分。我就纳闷了，他是怎么认识陛下的呢？母亲，如今他进了监察司，以前我们那班队的，他会不会报复我们？是啊，母亲。慌什么？野种终究是野种，登不上大雅之堂。何况他区区一个银医。你一会儿好好洗洗，你们跟着我去找外公。哎，这有个坎儿，别摔了啊！来，兄弟，给你玩会儿。哟，见过陈老将军，见过全公公。全公公亲自来给宁臣宣旨，这是要壮大宁臣在宁府的声望啊！老奴也是奉命行事，陛下还等着老奴回去复命呢。哼，告辞。告辞。哟，老将军买车了啊？今儿个拿的是什么剧本啊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
你个臭小子！前几日你帮老夫解围，今日老夫特地选了一件礼物给你，牵过来。此马是老夫特意从波斯给你搞过来的，可日行千里。这马的名字叫黑麒麟。哎，黑麒麟，今日老夫就送给你了。我去，大洋马啊！大洋马是什么东西？就是反正就是匹好马。哦，好马，真是匹好马。哎啊，你今儿个这么客套，该不会是没憋什么好屁吧？放屁！老夫纯粹就是欣赏你而已。啊，送给你的礼物，你就好好收着。好男儿应该迎风驰骋，战死沙场，马革裹尸。哎，而不像老夫这样，困在这屁大点的地方。战死沙场，马革裹尸，那才是老将军追求的归宿啊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。你都多大岁数了，就别演这深沉的戏码了啊！说不定哪天我给你个惊喜呢。你小子不给我惊吓就不错了。给这马起个名字吧。嗯。这位美女想叫什么呀？西施、昭君、贵妃、貂蝉啊！你想叫貂蝉呐？好，那你以后就叫貂蝉了。貂蝉好名字，她自己选的，孩子喜欢就好。言归正传，老夫呢本来想调你进兵部，你是个将才，应该在战场上大放光彩。但陛下既然调你进监察司，那一定有他的用意。今日，老夫就给你几点意见。老将军请讲。第一，你的性格洒脱，不愿意被世俗的规矩所束缚，但对于皇家，你要保持足够的尊重。第二，监察司独属陛下，一定要和百官保持距离，切莫落人话柄。第三，监察司监察百官，还有全国的大案要案，一定要坚守初心，切莫被权力和金钱蒙蔽双眼。多谢老将军教诲，我一定会坚守己心，不忘初衷。记住就好。好了，老夫跟你个臭小子有缘分，日后多去老夫府上走走，老夫不会给你假酒。那我可只带花生米啊！比老夫还抠。回府，好好养着马，别给我养瘦了。不会的，这马跟我肯定吃的比你还肥。比起当皇家的英杰，我还是更喜欢上战场。毕竟我曾是个军人，战场上才是我的舞台。以后你我联手，定大放异彩。乾坤卫兵，你我皆为黑马。父亲，事情皆是如此，你要不去敲打一下宁自明，让他不要袒护那个野种。怎么说？他宁自明忌惮的是陛下。外公，难不成他真入了陛下法眼了？他何德何能啊他？哎呀，对呀，外公，宁臣那个野种以前没少受我们欺负，但如今进了监察司，难不成真要咸鱼翻身了？这万一日后要是报复，那可怎么办啊？星儿说的不无道理，他有了监察司尹一的身份，
宁自明再一袒护，怕是要分我们宁府的家业呀。对呀，外公，不能这样啊，怎么办啊？这事儿慌什么？为父好歹也是百官之首，他区一个监察司的银衣而已，翻得了什么风浪？来人，相爷吩咐，去一趟监察司，让他们时刻关注宁臣，找个机会名正言顺的除掉他，千万不能让陛下挑出什么毛病来。是。监察司重地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闲杂人等，我可是奉旨前来报道的大人物。就你啊？怎么？你潘金一到。见过潘金一。你就是宁臣。正是在下。跟我来。车停好，小费跟你老板要。监察司由紫衣一名统领全局，8大金衣代表8个部门，分别负责侦查捉拿、研究兵器器械，还有医疗保障和后勤等。8个部门分工不同，各司其。一次只能发1纸啊，也太落伍了吧！等之后给他改个诸葛连弩。我在跟你说话呢。听到了。你以后就跟我负责侦查捉拿。老大好。叫我潘金一。潘金一好。给他准备1套银衣，抓紧换衣服。换好之后，到门口给你介绍其他兄弟。收到。这表情是看不上我。呀，多少斤呢，哥们儿？200多，劲儿真大。手疼不疼啊？下次我给你换个沙袋啊。我好身手啊！叫起来！帽子戴上。兄弟们，给大家介绍个新人啊。你自己来吧。兄弟们好啊，我叫宁晨，以后请多关照。不是，咱监察司招新人不是年初吗？莫不是又是个托关系走后门的吧？那个宁帅哥。啊，这个宁啊，是陛下钦点的银衣，
还是呢，这个宁府宁尚书的儿子？头儿不是我说什么，这种公子哥来咱们监察司就一点用都没有，净做些画蛇添脚不鸭子的事儿。老高，你少说2句吧。这公子哥怎么可能受得了我们这儿的苦呢？而且陛下是不会允许大臣的子嗣在我们这儿常待的，忍忍得了，等他走了就好了。不是你们，哎，可以了，把今日的案宗拿出来。好。哎，当然中啊，小二别插嘴啊，旁边哨哨啊。头儿，仵作已经检查了张元的尸体，跟咱们推测的一样，凶手大概5尺7寸。这个凶器啊，也跟我们推测的一样，是个匕首，而且这个伤口啊是由下而上，说明这个凶手啊应该比张员外要矮，而且啊张员外连中7刀，这个伤口啊，你有事儿啊？继续。伤口呢也都很浅，说明这个凶手啊力量应该不大。根据他小妾和他儿子交代，这个凶手轻轻一跃就跃上了房顶。这个凶手，这帮人习惯了经验高手，却忘了尸体才是最诚实的证物。高手杀人用7刀啊，动动你的脑子。不是，我俩是这么想的，有可能是这个凶手第1次杀人，也可能是意外杀人。你比方说，他正在盗窃，意外被人发现，所以才下了手。屋顶查过吗？查过了，挖别完整，任何痕迹都没有。头，会不会前几日下雨，雨水把证据都给冲走了？我有个问题啊，你们说的这个张员外多大年纪啊？想知道？那玩意儿长着干嘛的？自己过来看呗。头儿，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有一种可能，你把帽子戴好。张员外连中7刀，伤口呢也都很浅，说明这个凶手啊力量应该不大。根据他小妾和他儿子交代，这个凶手轻轻一跃就跃上了房顶。屋顶查过吗？挖遍完整，任何痕迹都没有。伤口的深浅不一，更像是死者在剧烈的挣扎中，凶手因为体能压制不住，导致脱力所致。一个能翻墙的高手杀一个老头需要捅7刀，除非这个高手根本不存在，而是2个力气并不算大的合力在命上。了，公子哥懂个球啊！我还真懂点球。我从小就在外流浪，12岁才被接回宁府，所以论起人情冷暖，你们俩未必比我看得多。宁公子啊，容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要想在我们这里混呢，就需要真本事，把自己说的多可怜，没用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口供未必真实？你们说的凶手，压根儿就不存在。难道是张员外的儿子和小妾在说谎？孺子可教。哎，你看，宁大公子可别丢人了。张明杰是张员外的独子，张员外一死，家产全都是他的。他用得着为那么多家产而杀人吗？可是张员外年事已高，他的小妾只有30岁，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，而他的儿子呢，25岁，又正是禁不住诱惑的年纪。这，来，站起来你，什么身份啊？我跟你说，张公子作为张家的独子，什么样的女人得不到，会看上他小娘？不愧是公子哥，满脑子淫秽色情。不是哥们儿，私通小娘，为道德礼法所不容。张明杰好歹是个读书人，明事理的人，他能做这么不堪的事儿？不信是吧？查。你看，住嘴！他说的话，多少也有点道理。既然现在没有其他线索，不妨把人抓回来问问。你俩，去。你看你这气。去。哎呀，去！张明杰还不老实交代。大人，不是我啊！大人，
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大人，等会儿我就说这公子哥啥也不是，还净爱胡说八道，哼，玩上积木了还。怎么样，头儿？咱无凭无据全凭猜测，那2个人伤心欲绝，我们也不好多问呢。凶手就是这俩人，他凶手就是这俩人。公子哥，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儿，不是你们纨绔猎鹰竹犬斗蛐蛐。领导，你看看这2份口供，答案就在其中。人在受到惊吓或者极度悲伤的时候，通常会语言混乱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前言不搭后语，可这俩人的口供条理清晰，就像一个模板刻出来的一样。领导，我有个建议，你不妨去查一下张员外小妾身边的贴身侍女。通奸这种事儿，瞒得过别人，瞒不过贴身侍女。那偷情的时候总得有人盯着吧？这个人，往往就得是自己最信任的。如此年纪，竟然这般沉稳，才思敏捷，可惜了。你俩去把人抓回来。啊？不是头儿，快去！他这他啥是你？你看左一趟右一趟。领导，那我呢？你放班了？我这就放班了。我还什么都没做呢，他们能做。哎呀，我知道你年轻气盛，想要立功，但是啊，你毕竟身份特殊，我不可能让你做把脑袋别哭腰上的事啊。你要是出点事儿啊，我监察司不好向宁府交代呀。啊，还有这层原因，人家要死要活还得分我功劳，难怪不待见我。潘金玉，我只是宁臣，我和宁府没有半点关系。哦，你随意。哎呀，这监察司不让我干活，那皇上不是白喜欢我了吗？不行不行，得另想他法。站住！没事。我们是京都衙门的，多谢这位仁兄帮忙。当街追赶，他犯什么事儿了？偷盗。我没有偷盗，我是来告官的。我自向山行，不知路不平，一锤一脚踩出个光明。